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很高兴大家有没有很享受这个15分钟的等待的时间？有这么好的音乐，有这么美好的诗歌，让我们可以在一个礼拜的繁忙，或者是一个礼拜的劳动之后，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时段，我们在这边安静的思想，跟神在一起的时光。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很想唱出来，唱出我们对神的渴慕，唱出我们对神的爱慕，唱出我们对他的感谢。诗篇28篇第7节说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我们再来唱，再念一次预备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让我们一起就用诗歌来颂赞他。你是我的一切，一起来唱。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再来一次，我们再慢一点。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再一次，你是我的依靠。向我们神来说，你是我依靠的力量，你是我寻求的宝藏，你是我的一切。神要对你说，你好比贵重的珍宝，我怎能放弃你不要？你是我的一切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神羔羊，配得大赞美。耶稣，
继续唱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向我们的神来颂赞他，来称赞他，来呼喊他的名，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君王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前面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有这样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来赞美你，我们可以来颂赞你，我们用视觉乐器，用我们的声音，用我们的全人，用我们的全心，用我们的眼目，用我们的耳朵，用我们的心灵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我们来称谢颂赞你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丰富了我们的生命，谢谢你丰盛了我们的生活，一切都是因为有你，因为你我们刚强站立，因为你我们不怕遇到灾害，因为你我们不怕遇到困难，因为你使我们得饱足，无论是身心灵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是信实，你是公义，你是平安，你是喜乐的神，你又是教导带领我们的神。谢谢主，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于你之外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。好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，Amen。箴言28章13节又说：睁眼自己罪过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认离弃罪过的，必蒙连续。我们继续来唱。赞叹我最佳和羞辱，使你复活我梦救赎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当我跌倒，你扶持我；当我干渴，你充满我。你是我的一切。再一次来担当我最
次邀请大家，我们来为着我们青年牧区在10月、11月、12月，我们第4季的事工的推展，让我们所做的真的是能够荣神益人。我们也为着2024年我们的年度的意向领受，我们明年2024年的年度的计划的规划，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来祈求，求神亲自在我们的前面开我们的道路，开我们的意念，带领我们站在高处，好叫我们能够看得更远，让我们可以为神做更多，为神做更多。我们也为着今天晚上的礼拜，特别为着施谦牧师，求圣灵与他同在，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让我们再一次被激励，再一次被鼓励，也再一次的被安慰、被提醒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一起开口来为这4样事情来祷告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为这事工的推展，主，我们向你来祈求。掌权在今天的礼拜当中，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敬拜，透过我们今天的服事，更透过牧者的口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提醒，成为我们的激励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时间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等候。谢谢主，我们欢迎你来，我们欢迎你来。孩子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 ，Amen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你预备好要承接神荣耀的器皿了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现在从座位上面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要宣告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。阿们。保护
主监牢。哈利路亚！因耶稣的名，神迹要发生。主监牢，因耶稣的名，神迹要发生。醉了的要醒着，瞎眼的要看见。耶稣在这里，天国在这里。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，星星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亮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更多一起来说，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，星星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亮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们是做盐做光，我们要将神的盼望、平安带入人群里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在今天晚上，我们要宣告，我们将我们全然献在你里面。不论我们里面的这个自己有多破碎，有多么的不够完美，但是主，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向你来立约，献上我们自己，献上我们最爱，献上我们最不配的自己，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。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，你配的，我献上全所有。像亚伯拉罕献上以撒，我的挚爱，我生命之爱都献给你，所有一切都是你的赏赐，你配的，我献上全所有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
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耶稣是你的选择吗？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耶稣是你的选择吗？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你愿意放下一切跟随耶稣吗？耶稣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你愿意的人，我们开口来宣告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 Come on，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一起开口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耶稣跟我们在一起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弟兄头。姐妹，更多更多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是你的选头。择吗？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。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。我们一起说。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尊主为大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愿意？你真的在今天晚上，就如同今天歌词说的，在每一个选择，在每一个选择面前，你都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愿意尊主为大吗？有时候，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，你是感受到自己的渺小，还是感受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？没关系，在今天晚上，当我们再一次敬拜，我相信圣灵要与我们再一次相遇。因为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，那无数的恩典，神的恩典依旧不变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不论你是忘记，或是你没有发现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再一次敬拜，因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抬头仰望这无数的恩典。在今天晚上，我相信你的心相信神会与你讲话。人算什么？历经顾念的。世人算什么？历经眷顾的。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你竟眷顾我。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为
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因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赐下荣耀尊贵，作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不算什么，你竟顾念我，我没做什么，你却垂怜我。当我未出生以前，你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因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不再悲伤，不再彷徨，你的爱拥抱我，遮盖了一切。我深知道，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，深知你多么爱我，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，死因有苦，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。当我放下自己，垂靠你怀里，我的灵雀跃欢喜，不停赞美你，耶稣基督，我的救主。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，耶稣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有限来祷告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感受来祷告，我们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晚上，神要对你生命中那个不可能来说话来祷告。就在今天的晚上，
神要对你生命中那不可能的事情来说话，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所以是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你要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，就在此时此刻。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你赐下荣耀尊贵，只为他冠冕，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。我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你竟顾念我，我没做什么。却淬炼我，当我为出世以前，你已先爱我，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主，你为我们打造专属的人生路。主，你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主啊，你在今天的晚上预备我们的心，因为你深知我们的心真的是累了，真的是碎了，真的有好多的疑惑，真的有好多的挣扎，所以你愿意用你自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今天要领受，这真的就是不可能的信息。但是神，你却在每一个不可能当中，不断的向我们的生命说话，为的是要我们的生命，就像我们祷告所说的，我们要荣耀归给你，我们要活出你心意，我们要领受从你来的意象，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。主啊，你将这一切原本是不可能的事，都一一的化为可能。为此，我们献上感谢、祷告，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愿你的话透过你的灵进入到我们心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的敬拜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敬拜很棒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好，我觉得那个周六礼拜的音场就是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。都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那个周六礼拜的时候都很感动吼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就是主题，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一卷书了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终于结束了，大卫的故事终于结束。结果大卫故事结束，就想说，可以来点轻松一点的，就来了一个更难的，来了耶稣的故事。天哪！我们要来看这真的是一个超级不可能的故事。我今天在想，我要怎么开始讲这个脱口秀？不是，当然不是脱口秀。你知道吗？每次在看脱口秀的时候，我前一阵子前2年很爱看脱口秀。
我觉得讲道的时候很像脱口秀，但是真的跟脱口秀不一样。因为每当你要上台之前，你已经写完稿了。如果你是有讲过脱口秀，你会知道，其实你是要背一个稿。可是当你要上来讲道的时候，圣灵都会先对这个讲话的人讲道。所以我每一次要讲道之前，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，神已经跟我讲了第1次道了。然后等到我要讲的时候，就是第2次。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，在读经文之前，我先带大家来看。我要问大家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就现况哦，现况就是现在，不是过去，也不是未来。不要讲那个未来哦，我觉得以后不可能的事就是哦，就要讲现在。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说最不可能的事情是什么？想一下，我们用1分钟跟旁边讨论一下。现在对你来说，你认为什么事情是最不可能的事？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 ？OK， 好，我们来跟旁边讨论一下哈。我们来讨论，有1分钟的时间。对，最不可能的事这样。对，最不可能的事。好，讨论完了吗？有没有你觉得他的答案很有创意的？帮他举手，快点。哦，好，听。好，讲一下。什么？哈？阿姆斯壮不是去了吗？哦，你哦，好，对了，对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这还蛮有创意的，这很好。好，还有吗？这边有吗？OK， 听说我们那个表格一列出来，听说台南跟高雄是最多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桃园一直挂蛋嘛，对。然后桃园人也很妙哦，我虽然只有直播，还是敢讲。就桃园人明明天气都超好，只是风很大嘛，到底为什么要放台风假？到底为什么？OK， 我觉得人生最不可能的事情，我记得我从小到大，我觉得最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爸黄爸他信主。因为我小时候呢，我记得他非常的斗笠家哦，这边有很多2代3代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就是你跟他讲说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跟你讲说我知道路加是谁，路加是医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想说爸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你们是不是都不知道？你们知道路加是医生吗？太过分了，难怪我爸会受洗。好，他就跟我讲完之后，他就说你们那个我不用听，我都知道了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你去教会我都坐在后面啊。我说你坐在后面，你有坐在后面吗？我都没有看到你。他说我坐在后面，我随便听2句我就走了，反正我知道牧师要讲什么。有这种未信者吗？你有看过这种未信者吗？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他不可能信主，因为跟他讲什么，他就觉得那个知道，然后跟他讲信仰，他就说你知道吗？你们一定有听过，对不对？这边如果你是初信者，如果你是自己来教会，如果你是自己第1代的，第2代也是啊，就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所以爸爸跟你讲，你相信耶稣，不要走火入魔，你就只要做善事就好。你曾经有人这样跟你讲过，举手下。感谢主，我不孤单，我觉得好好，谢谢，手放下。对，然后那个讲我走火入魔，他最后就走火入魔了。我一直觉得不可能信主，直到我当传道的那一年，我爸就来了，我以为他是要来做业绩的。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，因为他在我过去最少30年的生命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你现在在想的那件事情，它有超过30年吗？有些。如果他还没超过30年，那牧师的见证对你会有帮助，因为你还没有30年。真的，30年后，我爸他受洗信主。我觉得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可是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下，在我们生命中那些关乎上帝的事情里面，你觉得不可能的，我要先讲哦，前提是它关乎上帝的事。如果你说
就是一些那我不要举例哈，这样举例就会破坏这个状态。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关乎上帝，那它不是我今天要讲的。但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乎上帝的事情，你认为那不可能的，那我们要看一下神怎么说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吼，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。接下来这个，太快就进入了祷告。好，我们一起我们要邀请大家，今天的这个不可能是来自于一个很老的夫妇，然后呢，跟另外一对是还没有结婚的男女朋友，然后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不可能、不应该的事情。那在这件事上面，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？你们读黑色，我读蓝色的好了。好，请。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6个月，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去，要传话给一个童女，名叫玛利亚。这童女已经跟大卫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。谢谢啊，帮我按好了，帮我按，谢谢。天使到他面前说：“愿你平安，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”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十分惊惶不安，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。天使对她说：“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施恩给你。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，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。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。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，他的王权无穷无尽。”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灵要降临在你身上，至高上帝的全能要庇应你，因此那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她虽然年老，人家说她不能生育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。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是做不到的。”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婢女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于是天使离开了她。最后一句话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其实就是今天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，我心尊主为大。这是不同的版本，所以它翻译出来的中文不一样。不过在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大概看到了几个事。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原来不太可能怀孕的人，她怀孕了；还有另外一个，她还没有出嫁，可是她却会怀孕。到底是环境荷尔蒙的关系呢，还是什么关系？在这个礼拜，我想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吼，就是就你会给这个图片做什么注解？你们是不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？如果还有人还没有看到这个，我简单讲一下。亚运的时候，在这个滑轮竞速溜冰3000公尺接力赛，然后呢，在最后关键的0.01秒的时候，就有人伸出了一脚。那个成语叫什么？临门一脚，对，伸出了那一脚，就没想到他竟然是得金牌的。原来那个人他在干嘛？他在欢呼，说：“耶，我们赢了！”就没想到人家的脚比他突出一点，他就输了。在这个影片出来之后，因为我们是台湾人嘛，所以我们就台湾超棒这样子，哇，太好了！然后就开始讲，哇，你那个韩国人吼，就是太快就很高兴啊，怎样，然后就开始讲说啊，你看，就是人不能这样骄傲，人要坚持到最后啊，永不放弃啊，这样子。但是如果大家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的时候，大家其实都知道，他们的差距不过就在那转念之间。
0.01秒。0.01秒可以做什么事？你知道0.01秒连挖鼻孔都来不及，你挖给我看0.01秒，光是把手指要放在鼻孔旁边就要花1秒钟，我有算过。所以各位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，是吗？原来不可能发生的事，为什么我说不可能？我们可以想象，原来那个跑在前面的人，如果你是这位都想，我要完整讲他名字，不可以讲错，黄玉玲。如果你是黄玉玲，他已经跑在你前面，你最后伸那个脚，你知道你会赢吗？其实不知道0.01秒，这是什么差距？你在那边耶的时候，你知道你会输吗？其实你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可能跟不可能，根本就是我们不知道可不可能的事。然而今天透过这一个一开始讲到，有没有看到脸有点臭？好，没有啦，大家还是很开心嘛。对，听说得铜牌会比得银牌还要来得高兴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银牌跟金牌差异，因为在心理学上，银牌仍然是输家的感觉，可是铜牌他还是赢过那个第4名，对，所以最悲剧的其实都不是第4名或其他名字，是银牌。好，就是那个我们可以问一下子轩老师哈，他可以给你更有理论的根据。我们没有要看影片，因为花太多时间，因为这样在看跑1圈、跑2圈这样子。OK， 好，今天呢也发生了一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事？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一对老夫妻。这对老夫妻，他们2个其实是这个属于这个专门在圣殿或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，就是他们原本是在圣殿服侍的人。可是很妙的是，他们结婚非常多年，他们生不出孩子。那如果是别场还可以讲别的。他们在教会很多年，他们生不出孩子。你的上帝是不是不太听你祷告？为什么生不出孩子？会问这个问题哦。好，比较跟我们比较有关的就是，你的上帝是不是没有听你祷告？为什么交不到男女朋友？你的上帝是不是没有听你祷告？所以你的功课那么烂？你的上帝是不是没有听你祷告？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。然而，就是透过这一对老夫妻，开始了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了2件，不是1件，2件，不是2件，讲到了很多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第一个不可能就是这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已经过了生育年龄，他们怎么可能孕育下一代？而且那个下一代叫做施洗约翰。而今天的第2个不可能，是一个根本就还没有结婚，甚至圣经在希腊文里面或是亚兰文里面写得非常清楚，她没有发生性关系的女生，她怎么可能怀孕？今天的道带就是讲这个。但这2件事情竟然同时发生了，在不同的空间，然后他们竟然相遇了，这就是今天的信息。所以我们讲完了，可以来唱回应诗。这件事太不可能了，这件事是一个很可慕发生的事情。我很希望我的生命中可以达成我的梦想。我很希望我的生命中可以能够平安的、健康的服侍神。我很希望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美好的团队，有一个很美好的公司，有一个很美好的教会。然而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会照我们自己想象的发生。
而且它的发生是在一个很奇怪的状态下，这怎么可能？都已经没有月经了，请问撒迦利亚跟伊丽莎白是怎么怀孕的？这很不符合我们现在知道的科学。以当时来说，科学没那么发达，他们就知道不可能了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是在告诉我们，信仰其实是很反智的吗？信仰其实是很不符合逻辑的吗？信仰是要你否认事实，假装没有发生的吗？在今天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了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他在做不可能会发生的事，在人想要的可能里面。我再讲一次，我这样写笔记。在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里面，是在神的可能里面，它就发生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想的这件事情，它是跟神有关系的，即使人再怎么觉得不可能、不可能、不可能，它都会有可能。因为伊丽莎白怀孕了，而且还怀了一位叫做施洗约翰的孩子。当我们在想，我现在在一个环境中，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好混沌，好像那个世界还没创造的时候，创世纪一开始就说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就是很黑暗、很混乱、很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要走，还是我现在应该要停留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要向左还是向右。我只知道我期待的事，它还没有发生。而这个还没有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其实是更大的挑战。什么样的挑战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这样的事怎么能发生呢？”他在讲什么？他不只是在讲我不应该怀孕，他也在讲我还没有出嫁。出嫁，所有的婚姻在古代里面，就是全世界的古代里面，全世界哦，不只是基督教、伊斯兰教，还是这个印度教，还是什么教都一样，婚姻永远是跟财产有关。也就是说，他在讲我还没有出嫁这件事怎么可以发生？我还没有出嫁，我怎么可以有一个以后要继承财产的人？他要继承谁的财产？我还没有出嫁这件事情，在这个社会是不允许的，我是会被用石头打死的。因为这孩子的爸爸是谁不知道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所以当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它发生的时候，就你的想法上是不可能的，就你的想法上是不应该发生的，甚至讲出来是很难相信的。路加福音一开始1章20节讲到撒迦利亚，他去当这个祭司，他来到圣殿要供职的时候，大家记得吗？如果我们去核心同工退休会就知道，哦，那个圣所走进去，里面还有个至圣所。然后你到至圣所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领受一些很像是神谕，就是神直接告诉这个先知的，不是这个祭司，然后他带给会众说，哦，我领受神说了什么。就在那个帐幕里面，那个圣殿里面，应该说圣殿，那个时代是圣殿，
他领受了他的太太要怀孕，太好笑了吧？我现在80岁，我太太要怀孕，我太太也没有比我年轻多少，她70岁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怀孕会被人家笑话哦，我们没有怀反而可能还好哦，因为我们已经被笑很久了。但这件事情竟然发生，所以撒迦利亚他自己觉得怎么可能发生呢？然后这个领受这个异象的天使就跟撒迦利亚讲了这段话，说什么？你们来读，请。所以等到他敬拜赞美周六礼拜结束，他从这个门走出去的时候，大家就说：“哇，思谦牧师！”然后他就这样，然后苏晴跟我打招呼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这样了9个月。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便秘的问题？不是。其实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不会说话，我不知道啦。但是我自己在诠释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认为有的时候，当人他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属灵的哑巴。我再讲一次哦，当人他不相信神的话的时候，他就是属灵的哑巴，因为他讲不出属神的话，他讲出来的都是人的话，都是人认为的话，都是人推敲的话，都是人脑补的话，都是人根据事实说的话，但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，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出了3道数学题目给你们做。我们要来看看大家会不会答对这3道数学题目。如果你有纸跟笔，或是你有手机，这时候可以拿出来。这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来出题目了，大家预备好了吗？我们要来做一个实验。我们要来认识可能跟不可能。好，第一题开始咯。好，请问0加9等于多少？好，写下来。第二题，请问3乘2等于多少？第三题，请问13减4等于多少？好，有没有人回答我第一题的答案？好，那一排回答9是9吗？你确定？好，我来问一下，第二题这一排多少？6 ，OK， 好。这边感觉数学很好，先跳过。来，请问一下第三题多少？第三题是9，真的吗？你们要听我的答案吗？我跟大家说，大家全部答错。第一题的答案是10.0，第二题的答案是4.6，第三题的答案是负的0.87。要不要再算一次？我怎么算出来的？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哦，第一题0加9，第二题3乘2，第三题13减4。想说牧师你在乱讲什么东西？啊，1.0加9，题号有什么？你就是那个出题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真实的国小出的题目，然后他算出来所有的答案之后，他不可能回答很难的问题，譬如说13减4为什么是负的0.87？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孩子的逻辑很不一样，应该说他逻辑比较正确，好，因为就数字上的逻辑是这样。第一题他写1.0加9，第二题写2.3乘2，第三题3.13减4，请问答案是多少？连一个国小2年级的小孩，哇，他竟然会复数，
可能现在的数学真的是这样子。这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之所以觉得不可能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从神的眼光看到这些数学题目？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逻辑太差，以至于我们看不出来这个题目出的其实是1.0+9？我一直在想，今天要跟大家讲这篇道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重点来了。到底我们在讲的可不可能是谁的逻辑？如果是你的逻辑，你说的没错。但如果这个话语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哦。如果是从神来的就是了，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它当然不可能呢。因为你的确不可能让一个已经过了更年期的女子怀孕，你不可能让一个根本没发生性行为的女生怀孕。然而，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会不会我们面对到不论是我们现在个人在经历的事情，或是我们教会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我要说，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逻辑来看神。我们认识神的眼光吗？我们认识神的逻辑吗？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吗？我们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吗？我们认识神预备的方式吗？当我们在分享这篇道的时候，牧师想要邀请大家，我们可以从天使怎么回应伊丽莎白和玛利亚，来认识，当人发现自己不在自己的框架里面的时候，必须被带领神我愿意来跟随，我愿意用神信心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其实你透过天使怎么回应玛利亚跟伊丽莎白，你就会清楚的看到我们目前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我们会清楚的看到，其实当一个人他说他选择相信神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正在走向一个他没有办法理解的逻辑里面。所以牧师也要邀请大家，我们不要自己想当上帝。你不可能事事都知道，即使你知道了又如何？你能改变什么吗？那我们怎么自处呢？其实今天的经文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，就在那个我们面对到神在这个我很喜欢昨天有那个新加坡3一基督徒中心的主任牧师，他们教会有8000人，他昨天来我们教会跟我们分享，他说 It's a new season, it's a restore season。这是一个重新恢复的季节，是一个新的季节，是一个要重新恢复的季节。我就觉得昨天他一直在对我讲道这样子，这是一个重新要恢复的季节，这是一个神做事的季节，这是一个新的季节。它是新的季节，请问你怎么知道它是新的？没有经历过嘛，对不对？很陌生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怎么办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新的事情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当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玛利亚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神早就跟他们讲了，透过天使就跟他说：“主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。”我们听到了很多人的话语，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话语？在这个时刻是在说：“主与你同在。”这是神要对我们说的。
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可能性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没有领受主与我们同在？而当我们面对到特别接下来，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对大家我也觉得可能会是这3个月，神告诉玛利亚，透过天使说，圣灵要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怀孕。讲白一点就是这样，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！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为什么我未婚怀孕，他还要面对的是别人会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还没有结婚就怀孕？他要面对他可能会被石头打死，他要面对可能约瑟不要娶她，他要面对他可能之后没有办法再结婚，他要面对各样在那个时代里面已经地位很低下的女性，又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好像在面对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根本不知道可不可能，我根本不觉得这应该发生的事情，它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回答就简单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只要说玛利亚说的话。如果你是男生，你就会说，你就会讲我是主的仆人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就是框框里面那个就好。好，请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愿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。玛利亚领受这件事情太难理解了，它不在我的逻辑上，也不是正常人的逻辑。即使到现在21世纪的台湾的现场，这件事还是非常的奇怪。所以很多人都要去证明说，玛利亚到底是不是处女，要证明说是不是真的圣灵感孕。我可以跟大家讲，到目前为止，学者没有人可以证明。他只能跟你讲，根据他的研究，在谁谁谁的话，他怎么说，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这样，可能是那样。然后下一个学者再引用他的话，说他那个学者觉得可能是这样，可能是那样，所以我认为，然后可能是这样，可能是那样，这就是写论文的美感。真的、啊，我没有乱讲。很会写论文的人，他不会随便给人家答案的，他会告诉你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种可能，然后你可以选一种你要的。我大概是靠近哪一个大师他怎么说，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，然后最后再补充一个，此研究报告的缺乏在哪里 ？OK， 有写过论文的人都知道，所以我才说一定没有正确答案。所以这个可能不是这段经文想要告诉我们要证明谁是怎样，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现场里面，神的话是要我们领受。我愿神你的心意实现在我的身上，那可能会很不舒服哦，那可能不是你以为的哦，那可能会让你经历一个好像死因幽谷的感受哦，那可能会让你需要去做很多你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哦。譬如说，我就没有想过，我接下来会是这样。然而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1章37节，不论是伊丽莎白还是玛利亚，他们的回应，不只是因为天使说了安慰他们的话，还有更重要的关键，是他们认识这位上帝，他带领说出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。所以我现在邀请大家来想，在你生命中，特别今天，你目前马上可以想到一个神对你说过一段经文是什么？神对你说过的。我知道某人是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惊慌啊，
因为你的神必要带领你，与你同在啊。好，对。然后牧师我呢，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箴言4章23节，不是很喜欢，那就是某种人生座右铭。好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对，现在中文一本说是要谨慎。OK， 你现在想到了吗？你想到你的那句话了吗？你想到了吗？大家一脸疑惑。你读过圣经，那句话很影响你，是哪一句话？它对你的生命带来的能力是什么？我们来看这个影片。太大声，太大声。这不是杭州亚运。这个人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菲尔普斯，对不对 ？Michael Phelps 是吗？这样念吗？我不知道他名到底念。好，菲尔普斯他刚刚做了一件事情，大家有看出来吗？他刷新了世界纪录，就在刚刚大家看的不到10秒的时间。大家有看到吗？他刷新了世界纪录，他在2008年的时候刷新了世界纪录，然后他刷新的世界纪录是他自己的纪录。这个影片是2008年的，现在是2023年。我为什么要放这个影片？2008年他自己刷新他自己的世界纪录，然后他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然而在接下来的好几年，没有人打破他这个纪录，一直到今年有一个人打破了他的纪录。我们看到都觉得哇，好厉害哦，怎么可以打破这个纪录？然后这影片被PO出来的时候，它其实下面的注解是写说，它是历史最长的游泳世界纪录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其实不断的一直在打破纪录，一直在创造新的纪录。只是菲尔普斯他刚好有一个比较长的纪录，15年来没有人打破它，然后他被打破了。牧师，你到底要讲什么？我今天讲的到可能你会听不懂，有几个原因。因为它不是在线性的思考上面，它是跳来跳去的逻辑。第一个跳的逻辑叫做违反现代科学的逻辑，怎么可能会怀孕？第二个跳的逻辑是你怎么阅读，所以我们面对那个疑似有阅读障碍的孩子，我们全部都变成了阅读障碍，因为他算数学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，然而他其实也没算错。而第三个是我们看到一个记录它发生的时候，哇，他好厉害，他打破世界纪录哎！结果我们发现，即使是世界纪录，他最多也只能高兴15年，这又再打破一个纪录。打破一个思维，牧师要邀请大家来思考。最后是一段话，今天的这一段话，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思考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对话，跟自己对话。
跟上帝对话。还有我们每一个人，都需要来认识这位神。因为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形容这位神是怎样的神。面对到大卫的事情，当撒母耳要去拣选大卫的时候，圣灵直接告诉他：“哈，怎么是大卫？”圣灵直接告诉他经典名言：“因为神看人不是人看人，神是看内心的。人是看外表，然而神是看内心的神。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教会的现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人心的需要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小组的氛围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未来的景况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。然而，都还在人的阶段。如果今天神要给你一封家书，如果你认同神的家，神的家哦，神的家，不是建筑物的那个家，神的家。那这一段话，你可以打开眼睛，或是闭上眼睛来听。这是一个朋友他在 FB 上面写的，他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，神的可能跟我们的可能是不是同一种可能？他说，家是一个人的根，而信仰是帮助我们扎根，更稳的生长因子，在土里成长。不是外界的人都能明白，这个根，他会遇到许多的挑战，遇到害虫，遇到石头，遇到根本过不去的地方，干旱、淹水，都会对根造成严重的影响。如果根基不稳，或是家中每个人各长各的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，没有任何可以互相抓住的力量，就有可能连根拔起。信仰是向下扎根的力量，让根强壮，才能让家庭健康快乐。根在土里绕过石头，穿过根本过不去的地方，不断的生长、盘绕，成为每个人最稳的力量。家稳了，心就定了。心定了，面对挑战，我们就更有力量了。无论在世界的表象，你有多成功，你有多富有，都不见得有一个根基稳固的家。而且，每个人还有大家看不到的根，在黑暗中继续增长。你看不见谁的根是有毒的，是虚弱的、干枯的，还是强壮稳固的。唯有透过圣经的教导，放下身段，放下老我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根基。上帝从来不在乎
你的教会有多大，不在乎你的业绩有多少，更不在乎你曾经是谁，有多少丰功伟业。他只希望你能勇敢面对生命，面对最真实的自己，让你能够每天起床都有发自内心的喜乐与安定，就像根扎在人生中的土壤里一样，让信仰成为改善你人生最大障碍的力量。当你发现你真实的改变，其实你会有更多的感受和思考。你会慢慢发现，你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树到底要长多高多大，反倒你会期待你身边的小花、小草、小树，它们的根都能够无限制的环绕。所以你要成为家中最好、最健康的根，成为一个最实在的见证。世界总是用表象决定你的一切，但就像这张图，只有上帝才知道你的里面成长了多少。当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改变。Maybe 我们有想过，但没想过它来得又急又快。我一直在想，当大家来问我的时候，或者是已经来问我的时候，我怎么去跟大家分享我的教会观、我的国度观？牧师要问你们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刚刚在这篇文章所说到的家，哪里是你的家？属灵的家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的家有多大？第3个问题，你家里的主人是谁？我一直觉得仇敌魔鬼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只要帮大家分个1边、2边、3边、4边、5边，不要太多边，因为太多边有时候也是一种很麻烦的事情，所以2边或3边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大家会一直去为某一种立场跟某一边一直去说一些话，为你心疼、觉得委屈、觉得符合你的逻辑、符合你的框架、符合你的事实的人说一些话。然后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他要让你花时间在跟让你生命成长无关的事情上，他要让你花时间去想你的牧师多委屈多可怜，你的长老多委屈多可怜，他要让你花时间去分门别类，他要让你花时间去跟人隔绝起来。不要忘记哦，死亡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隔绝的意思，也就是魔鬼撒旦很聪明的，他要让你跟人之间的关系死亡，他用各样的方式想尽办法。所以为什么说影响头最有用？因为头一换，全部的人就大乱。然而这个时候才是知道你根基多少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知道你信仰品质是什么时候，这个时候才会知道你生命中带出的影响力是什么。世界牧师一直很相信，我们要当国际化的教会，是现在的教会吗？是我以后出去要开拓的教会吗？都是。但你有没有把握你在这其中？
我讲的是神的国度。我不 care 你要不要留在这，我不 care 你要不要跟随，我根本不 care。但我到目前为止这7年来，我最 care 的是你有没有跟随神，还是你跟着人的话语，跟着人的立场，跟着人的心计，跟着人的黑暗。哦，我好像需要委曲求全，所以我不要服侍好了。我这也不想做，那也不想做。我看到人的嘴脸，我就觉得恶心。谢谢你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而且你跟他走在一起。今天的这篇经文，对我们来讲，就是发生了一个怎么可以发生的事在我的身上。但牧师要告诉你，它就是发生了。所以我们都在我们的逻辑里面想要找出一条出路，想要了解整件事情的经过，想要去划分出来到底对错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，没有内容。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的意义、价值跟内容？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你都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以我的神为乐。我都说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因为有神在的地方才是家。有神在的地方，如果才是家的话，你想一下这家有多大？再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家主人是上帝的话，你为什么要做主人才要做的事？你应该要做家里人要做的事啊，对吗？所以今天牧师要鼓励大家，重点不是在哪里做哪些事，重点是在哪里都要做哪些事。我再讲一次，不是要在哪里才做哪些事，而是我不论在哪里，我都要做这些事，这些跟神有关的事。对我来说，我是在这里倒数3个月。然而，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在神的历史里面，不会只有这3个月。在永恒里面不会只有这3个月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不会只有这3个月，除非有什么意外要发生，我不知道。然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神在鼓励我们，不要怕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愿你的话实现在我的身上，因为出于上帝的话语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弟兄姐妹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站立起来。我们要唱这首回应诗歌之前，我邀请大家先做一个祷告。它可能会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，因为我们一直想要透过我们的逻辑去理解神要做的事，可是神其实他做事的方式，我们可能真的没办法理解，但我可以参与在其中，我可以调整在其中，我甚至可以恢复在其中，因为我的神比我想的还要大，因为我的神比我想的还要奥妙，因为我的神比我想的还要爱我，他知道我的需要。所以我邀请大家来祷告。你是担心神不够爱你吗？他让你不够安全吗？你是害怕面对冲突吗？
你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吗？还是你想要当上帝？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他带领我们，将一切我们生命中的不可能，将一切生命中那个属于主的可能，要还给你。属于主的可能要进入在你的生命中，属于主的可能要塑造你的生命。我们要开口来祷告，寻求他，向他来祷告，转向他，求他来帮助你，帮助你有勇气，帮助你有眼光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以撒是他最爱的，是他不可能得到的，他却得到了。但神进来告诉他说：“你要把你不可能得到的这个恩典，完全的献给神，还给他。”或许你在教会，你领受到不可能有人这么爱我，可是神今天告诉你说，你要把这份爱完全献上给他。或许神要你献上的是，你觉得你不可能改变，不可能饶恕，不可能，真的就不可能啊！而且是你最喜欢、最喜欢，是唯一仅有的。但神说，你就是要献上。这就是信仰，这就是信仰的根基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。神知道你，我们来唱副歌。神知道你，他真的知道你。
他知道你的愿意，知道你的摆上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叫我的跟随你，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存主为大。再次来宣告，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，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存主为大。在前头，我全程耶稣，永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我们开口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生命来祷告。我们的心意就只有一个，跟随耶稣，永远不回头。开口来祷告，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为教会祝福，我们为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命来到面前宣主。主啊，你不断的在破碎，在破坏，所为的是要建造根基在你里面的信仰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持续带领我们，预备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十架就在前头，世界就在后头，我选择耶稣，跟随不回头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照你旨意，不照我的，跟随你，是我的喜乐。我全然献上，我全然降服，在每一天每个选择，我都说我心存主为大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新的季节。
这是一个扩展的季节，这是一个增加的季节。主啊，是增加在你的意象当中，是在你的意象当中被提升，是在你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被提升，是在我们跟随你福音的脚踪里面被提升。主，我为每一个在你的里面受伤的孩子来祷告。你深深的知道，你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心，但主，你已经为我们付上那代价了。主，你告诉我们，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已经得着医治了；因你受的刑罚，我们已经领受平安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全然献上。主，我们以为我们献上的是最好的，我们好像以为我们拼尽全力献上我们自己的所有，但神你也告诉我们，你也接纳我们献上那破碎的自己，我们献上那受伤的自己，我们献上那个需要主你来医治的自己。而且主，在你的里面，你告诉我们，主你让我们不用再透过我们的伤痛去看这些事情，而是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，在你同在的里面，是从你的意象来看见这些事情，是从你的脚中来看见这些事情，是从你的大能来看见这些事情。主啊，你的心意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得救，不只是得救，你要每一个人都得胜。主，所以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祷告，我们分享一个不可能的信息。然而主，你说这个不可能就在我们的身上要成为可能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，甚至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求什么，但主你都知道。你按着你的时间，按着你的定期，按着你的心意，使愿意顺服跟随你的人就在其中领受，就在其中行动，就在其中成就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。若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以祷告表达您的感恩。11奉献，11是指收入的1/10，也是我们当纳的奉献。主应许我们忠信的缴付11奉献，就会得祝福。不应该、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主啊，但它发生了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情绪，但是，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来顺服、来领受这些，从你而来的话语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，顺服在你的面前，知
知道我们只是你的仆人，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使用我们，不论在哪里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来为你而活。谢谢你，我们将我们的金钱、我们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。谢谢，求你来悦纳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愿我们或左或右都成为承载神荣耀的器皿。让我们一起来赞美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主的话能临在我身上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医好伤心的人，安慰被爱的人，报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。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神在神大能的器皿，星起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我是神在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神在神大能的器皿，星起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。爱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。所以主，你的眼光从永恒里面来看我们。主，但我们以为我们活在是一个短暂的生命，我们以为我们活在是限制里面的生命。但主，你今天再次告诉我们，主，你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主，你是以你永恒信实的慈爱来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主。愿阿爸天父你永恒的慈爱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圣灵的感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不仅是要成为一个相信你的人，我们更是要成为一个跟随你的人。愿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中留存到永远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喂，哦，好，我是酷活小组副组长子轩，那我今天又要来报告了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3个 SOS 的活动，然后就是办给青年牧区的，对，没错，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就是 Show Our Stories， 就是小组联合的活动。那就欢迎大家在下礼拜六晚上7点半到8点半的时候。地点我们先再确认一下，但有可能会在这边。对，大家都可以留下来。对，从国中到直壮都是一起的。对，好，那就欢迎大家留下来参加这个 Super Canon Party， 耶！好，那个是运动版的，刚刚那个是运动版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准备要穿那个比较运动的衣服来。好，那再来这个呢是 Share Our Stories， 是另外一个 SOS 的活动。那我们会为期1个月多，对，然后对象也是青年牧区的大家，那就是同小组至少3个人以上，因为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找你的小组员们一起运动，然后8个人以上就会额外加5分，但是运动至少要15分钟，然后以奥运项目为准。对，为什么以奥运项目为准呢？其实奥运项目有很多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，所以其实蛮多的，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再来合照要记得上传赖社群哦，对，然后才可以累积小组分数。1个人上传的那个照片就会加1分，对。然后大家记得还没有加入赖社群的就赶快加，对。然后要设小组名加名字。好，快闪活动在下一张。快闪活动第1个礼拜呢，就是余艺同志时。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来主日学的话，就一定有爬7层楼梯的回忆，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
如果你爬完7层楼梯，其实不止教会的啦，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只要爬7层楼梯，你都可以就是拍起来，然后就是发在 FB 或 IG 的限时，然后标一个人，对，然后把那个截图一样上传在 LINE 社群认证，对啊，这个因为是快闪活动，所以只有到10月8号，就是它这个是另外的加分啦，最后会有那个小组分最多的会有小组奖，然后个人分最多会有个人奖，然后这个快闪你完成5个礼拜都有做到的话，就会有参加奖，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。好，而且这个超简单的，好不好？随便走一走都7层楼梯。我那时候教学就是上课，然后爬一爬就7层了。好，好，那个退休会格玛燃起 Passion 之旅，对，这超快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所以接下来我要来提醒大家，就是退休会的一些事情，就是明天1点的时候，我们要在49号1楼集合出发，然后会前往宜兰。好，对，然后再来呢就是行程表。超级快，这是10月8号的行程，对我就不念了，真的来不及。然后再来10月9号的行程是这样，很丰富，对。10月10号的，耶，1点回家，然后这个是3天的行程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好，然后等一下会有 QR code 可以扫，对，如果要拿手机的话，快点，它就没了。好，没了，你看，好，下面一个。好，超快的，好，表示我有认真的看完影片。好，再来，生日助学金的受奖名单是这些人，大家要记得出现拿钱，对，然后也感谢就是会友们的奉献，这样。那我们会在10月15号的华语礼拜中颁发。好，那今天有新朋友吗？没有，好，那欢迎大家来给自己拍拍手。下一页。那我们周6礼拜结束，然后大家等下先不要走吼，我讲完大家的那个直撞在601 ，OP 在503 ，Uni 在502，扩在1楼，然后呢，大家要先留下来，大家要一起摆椅子。那我们就请维恩上来，对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从10月开始呢，就是回归跟以前一样，我们会大家一起拍椅子这样子，这样就是会比较快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比较快去小组。那虽然大家已经排过很多遍，但我还是讲一下，因为等一下荧幕可能会